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哲安。过来看国内屏东的核酸厂中岛是通报火灾，加在水就拍花。这消防表示，烧起来是废厂房后壁的水塔，这怀疑是施工喷火器才无细力来导火。台电表示讲无辐射泄漏的问题，只是讲这地方嘛质疑讲，这导火难道无第一时间来通报？县府是依法甲罚10万。为远远的所在看过去，阵阵的乌烟一直为核三厂内底冲出来。顶报11:23分，屏东县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讲第三核能发电厂火烧，消防局连夜出动12车21人去现场拍火。因为核电厂火烧乌烟真大，相关单位拢无通报顶面爱疏散。恒春顶面代表会主席赶到现场是非常的不满，现场爆发激烈的冲突。现场真紧张，加在火伫11:50就拍花，无人受伤。原来现场是施工人员伫废弃的厂房外面伫挂铁啊，疑似火车无细致去碰到边的废球，地势水塔就火烧起来。虽然火真紧就拍花，不过第一时间拢无人出来说明状况。电厂人员佫甲代表会主席甲媒体拢挡伫电厂门口。我问你一句话就好啦。主席，那个有没有通报？参访规定哦，我可以。你有通报未啦？通报可能要应该是有了，我们的公安组应该会回报。你那个从消防公所甲代表人收了了，无收了啦，通报。我这百姓一个安放心的一个对袂，拢无讲啊。这个就拉惨的。系啊，小可是非常的落惨，是少我落惨尔。台电表示，火烧的是空压机厂房南边的水塔，离2号发电机大约也有50公尺远，因此未影响到发电机组的安全，嘛无辐射外泄的问题，请民众放心。落尾台电也当机由8位代表进入电厂，了解这摆意外发生的过程。不过因为无即时通知，官府也决定要裁罚台电10万块。记者柯家族赵阳屏东采访报道。台积电宣布扩大美国投资，投入1000亿的美金，都惊技术甲人才拢去予美国来讹去。总统赖清德甲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今仔嘛共同来召开记者会。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这台积电的投资案绝对无受到美国的压力。这魏铁家嘛表明，台积电唔惊别人来竞争，美国的投资案主要是因为客户需求。台积电要增加1000亿美金伫美国投资，引起各界关心。总统赖清德头一届甲台积电董事长以及总裁魏铁家伫总统府召开记者会。现在加大投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的客户需求量非常的大，我跟所有的客户都沟通过，结果发觉他们的需求，台积电目前的扩展的计划在美国不够，台湾的计划不会受影响，不但不会受影响，而且要加速进行。魏铁家表示，伫美国的资本支出未影响伫台湾的布局计划。以台积电新增加甲规划来看，伫台湾拢总有9座先进制程厂房，2奈米厂房伫新竹甲高雄，1.4奈米伫台中甲新竹，也有3座先进封装科瓦斯厂。伫美国的布局总投资金额是1650亿美金，最新投资包括起3座新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一间主要的研发团队中心。台湾有1万人，美国那边我答应要成立一个1000人的团队，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让美国的生产线可以继续前进，而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要回来台湾请示。魏铁家讲，台积电的海外布局拢是为着客户的需求，展望未来起厂房产线专开，产能也是无度满足客户的需求。若是深受得到美国政府承诺补助，魏铁家讲，伊敢若要求公平。我们要求公平，就这样子，我们不怕竞争。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盖生产线，我们永远是最棒的，都不要补助，不怕。我们不是因为补助才去的。前总统赖清德表示，魏铁家拢有密切甲政府联络，说明台积电去美国的投资计划。不过外界也是关心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敢是因为美国的压力？政府在台积电赴美的投资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接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政府一定会极力的来协助台积电公司，在台湾取得它所需要建厂的土地，
也会供给它足够的水跟电、人力人才等各种资源。魏德高表示，台积电会当持续稳健进步，是因为有新的研发技术产生了后，还阁经过量的考验，一直优化技术再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顶个月带团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这所传出讲团里因一个旅游业者入去香港随抢扣去，讲是因为25年前伫咧香港有牵涉洗钱案。刘国辉嘛表示，已经启动急难救助，随时会当提供协助。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顶个月带领花莲县府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不过内底一个姓陈的负责人，伊伫咧入境的时阵去互拘捕，人去互扣押，到今也未交保。花莲县长徐正伟初六表示，县府有通报甲协助，对香港政府以刑法洗钱的罪名，甲咱国的民众拘捕。陆委会嘛启动急难救助的机制，甲通报家属。我们那时候也强烈要求，在里面的我们陈姓的女士，她也有人权，她也可以发声所以我们当时也请了这个香港当地的律师，能够给予协助。代志发生伫2月18，徐正伟、鲍坤基甲30个代表飞去香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入境就去互发现伊的身份有去互注记，去互香港警察单独问问题。花莲县府隔当天收到信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牵连食钱的案件去互扣押，有随通报陆委会。2月20头一届开庭，这段时间县府甲调风农场拢有斗找律师。2月28已经开第1届保释庭，按算3月7会开第2届，4月17会开审判庭。那明天3月7号他会有第2次的提出的交保复核。那我们港处的同仁都有到法院去聆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加入去一件25年前洗钱的案件，不过传出伊伫2019年就捌去香港，迄当阵并无去互逮捕。香港的警察伫这个时阵抓人，陆委会嘛惊一条。在香港目前已经没有我们陆委会的正式人员，都是香港的雇员所以当然在服务类似的案件或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确实会受到很多限制。两岸情势紧张，去年发生咱国民众去香港旅游，因为伊的名英语的拼音，甲前立委单片为同款，互带去世经房间问问题，推测应该是去互注记做是黑名单。陆委会目前要是甲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标示做感觉式的灯号，嘛讲到有几啊件民众去互扣押，留伫遐甲清查，提醒咱国民众若非必要，建议莫去遐旅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国内重点消息，挽救台湾酒警法规矩，劳动部有告修正就业保险法，又惊留一天新的津贴会对目前的领6个月改做会当领到7个月，有告每一年会当有超过21000人来受惠。过去因为惊日本小牛症，咱日本的牛肉进口限制一定爱是30个月以下的牛。这小事正是有告要修正日本牛肉的进口规定，讨论是未过限制，引起各界讨论。再来看食手续茶加牛奶是无一定拢是加正牛奶，除了加牛奶粉、牛奶精，有的业者嘛会买一种透水的冰镇牛奶来加。这小事嘛表示，计划下半年就要推动强制漂丝。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本地是要加墨西哥甲加拿大扣25%的关税，所以引起3大汽车制造商公司的反弹。所以讲，这川普即马又搁宣布要准这汽车部分会当延后1个月才开始扣税，互制造商有时间甲工厂刷来，变做是美国制造或做免扣税优待。川普要对墨西哥、加拿大产品扣25%的关税，一礼拜的时间一定都会让北美汽车产量减少1/3，起价无效裁员的阴影出现。美国3大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福特也有通用汽车，紧急甲川普政府沟通，甲要得到1个月宽限期。We spoke with the big 3 auto dealers. We are going to give a 1-month exemption on any autos coming through USMCA. 连续大浪2天的汽车类股，伫这个底倒长空消息的激励，福特股价起超过5%，通用超过7%，斯特兰蒂斯超过9%，
贸易战暂时得到缓解，嘛，互 S&P 500道琼交易指数反弹收红。啊，毋过大型零售业像讲 Target、Best Buy、沃尔玛，拢讲25%的税率制裁袂掉，蔬菜、水果甲各类型的民生消费品一直大起。另外一方面，川普初五伫家己的社群网络，以加拿大州长称呼加国总理杜鲁道，讲甲对方通话50分，讨论类鸦片药物芬太尼甲贸易议题。啊，毋过加拿大做的努力也无够。副总统范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拢伫线顶。会后，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提议会当取消部分关税，前提是加拿大爱完全取消报复性关税，啊，毋过去互加拿大拒绝。期尾美国会愈来愈激烈，加国第一大省安大略的省长，也就是进前威胁要切断对美国电力供应甲能源出口的福特，态度真强硬指出，连关税安尼无绝对袂法庭。Every year, the LCBO sells nearly $1 billion worth of U.S. wine, beer, cider, seltzers, and spirits, including more than 3,600 products from 35 states. As of today,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products is off the shelves. 墨西哥总统宣鲍姆是对美国是毋是有可能关税休兵保持乐观，啊，毋过若是有必要，也会寻求其他贸易友伴来保护墨西哥。加美国的关税战开战以来，宣鲍姆的民调支持率一直欠悬，来到破纪录的85%。本来选前紧急的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也由乌变红，支持率改变自2021年以来世面，头一届领先竞争对手保守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白宫证实，这总统川普已经派特使来甲哈马斯来直接谈判，讨论加沙停火甲人质的问题，嘛拍破美国绝对袂甲恐怖组织来谈判的惯例。这川普嘛对哈马斯来发出最后的警告，要求爱放出所有人质，若无就是换人单死。美国总统川普初五接见以巴停火协议得到释放的加沙人质，佮伫伊的真相社群平台对哈马斯下最后的通告，要求随释放所有扣押人质，包括罹难者的遗体。若做无安尼做，一切都完啊！伊会供应以色列所有的需求，完成清除任务，呼吁哈马斯领导人赶紧离开，嘛警告加沙人民，当地会有美好的未来。啊，毋过若是藏人质，就死定。这个强势警告伫白宫发布，正是特使伯勒甲哈马斯就人质的问题直接谈判，安尼做打破美国无甲恐怖分子交涉谈判的原则。美国1997年甲哈马斯列做恐怖组织，无也都毋捌甲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The special envoy who's engag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does have the authority to talk to anyone. Israel was consulted on this matter. The president has proven is what he believes is good faith effort to do what's r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根据以色列的情报，目前加沙还有59个人质，其中24个人还佫活条的，包括美国公民。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甲美国官员伫卡达进行2届直接会议，讨论美国人质的释放，也甲停战协议。面对川普最后通告的威胁，哈马斯警告，安尼做等于是徛伫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暴行这边，会破坏停火甲人质的交换，互问题更较复杂。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自从就任以来，讲是为着要救经济、减少公共服务的支出，佮大幅度来抬减国民的退休金，是一再引起严重的街头抗争。差不多是1礼拜就一场。今仔伫咧希腊是有20万人，为着要纪念2023年一件火车败马意外发动示威，加这警察发生冲突。伫阿根廷首都出现济抗议民众，因大部分拢是退休的人。当咧抗议总统米雷伊上台了后，大大抬因的退休金、甲医疗的准则政策。嘛有民众讲，能源甲运输等等公共服务的资源，嘛去用抬掉，互伊感受真深。Primero que se agarran con los jubilados. Segundo que están devastando el país, se lo ve clarísimo, ¿viste? La educación, la salud. Esto no se arregla. Y la única manera de manifestarse es salir a la calle, la única que tenemos. 为着退休金的示威已经变作是每礼拜固定的活动。不过，这礼拜警方开始举出警棍，甲喷胡椒来反击。有民众去互喷甲一直流目屎甲流鼻水，真多挤在路边。
另外，伫欧洲国家希腊的国会大厦外口，同款有几啊千人咧抗议，原因是因为2023年希腊发生2台火车相撞败马的意外，造成57个人死亡。不过，政府事后的检讨认为是真无满意。顶个月28是代志发生了后的2年，全国几啊百个城市去街路抗议的民众有甲20万人。原在场面是要真和平，不过了后有人开始烧粪扫，而且甲警方牵家己做的炸弹。因为警方这边嘛牵催泪甲树甲闪光弹，大力要来驱赶，嘛有去互抓起来民众倒伫涂骹。因为国会内底，希腊4个反对党的议员已经联合对总理提出无信任案，按算3月7会来表决。公司新闻由派准备约。2025世界博览会伫咧日本奥萨卡4月13要来隆重开办。台湾馆 Tech World 是开台票20亿来全新打造，今日是正式公开，要展出台湾的人文风景、民俗风土，还有咱世界上强的高科技半导体产业。材质蜿蜒的3人折线结构与日照光影互映。展现多种样貌，顶顶塔塔的造型，都那亲像台湾大山微调的，搁配金属质感，代表国内伫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2025年台办世界博览会，代表台湾的 Tech World 馆，伫4月13伫日本大阪上场，要带世界熟悉台湾。进入展馆，您将开启一段怦然心动的旅程，透过 AI 打造您的专属台湾之旅。参展的民众进入场馆了后，随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好山好水。展演内容包括生命、自然、未来3大主题剧场。民众也可以当挂 Tech World 馆才有的 AI 智慧手环，检测参展民众个人介意的，推上个人化的台湾观光行程，促进台湾的观光商机。这是一个为期4年的计划，我们非常感谢立法院的支持，总计呢有20亿的经费。那到目前为止都工程方面还有这个软体的都进行非常的顺利。我们目标是100万人，对，那整个日本的这个大会大概是2800万人。那大会的预期呢是大概70%-80%左右是日本人。这届拢总有180个国家、企业加国际组织参展。第2019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台湾馆互人选为记者印象上好的展馆，吸引将近70万各国观光客参访。这届更加有希望冲关到100万人次，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强好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头一台用人的脑细胞整合到色晶片的生物电脑是总算现世。伫咧澳洲墨尔本新创公司上新的开发，若讲这处理资料速度更加快速，甚至是可能改变咱人对目前医疗领域的理解。这个输入器的图案内底，拢是甲活人的脑细胞甲电脑晶片结合做伙的装置。这是澳洲墨尔本新创的公司 Cortical Labs 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当中，所正式发表的全球第一台生物电脑 CL1。CL1 充满数十万的实验室制造的神经元，有学习的占料，是突破的新技术。This might be an alternative form to silicon to build the future computer out of. And so we take these neurons or brain cells, put them in a computer chip, read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and provide them a little bit of a stimulus based on the computer program. 2022年 Cortical Labs 成功互培养皿内底的神经元学会晓经典的反应训练的电动棒，互学界真轰动。如今 CL1 又搁延伸进化，系统内部配精密的生物反应器，有搁较快速处理资料甲学习的占料，未来甚至伫医界展开新的突破。Had a patient with epilepsy and you grew the neurons or the brain cells from them, the brain cells actually exhibit seizures like their donors, and this actually gives us a really good way to experiment and do drug development on a personalized level. 最近几年，人工智慧的应用伫各领域的开发是愈来愈多。另外一间荷兰晶片新创的公司 Inotera 也对大脑得到灵感，厝的门口口脑动静就会启动监视甲警报。We've attached a radar sensor with our neuromorphic chip, and we are doing a human presence detection. We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non-human objects like the trees, like the animals. 真侪新创的科技，拢是咧卡比人类的大脑。譬如讲，伫人听到某一款声音、食到某一款味的时，脑内底神经元就会互启动。毋过，比起人的脑的使用 ，AI 的能源需求更爱解决。有部分专家表示，快速开发资料处理中心的用电量真大，为了应对气候的变迁，加长期的电力考虑入去是一定爱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